花旗动物园的鸟禽医保讲真够困哦，不管去倒位，拢会听我来度居。另外，水獭宝宝沙舍已经会当家己掠鱼仔来食咯。古水的鸟禽囝医保趴伫水滩边，就咧困去。虽然我捌想要将目睭拔金，也阁无偌久。规只趴伫水滩顶，模样真古水。度居的功力毋是安尼尔，保育人员甲带去外口要晒日头，才行无几步路。没电了。又搁困去，先叫就叫袂精神，袂输拍上共款。保育人员只好将伊抱转去室内。阶段的园保其实它很重要的工作，并不是陪保育员做任何的训练，而是能够吃饱睡饱。甲医保共款，一名大一寸的，也有这个水獭囝沙舍，要训练伊为食冷变做食鱼啊。保育人员都来准备一个鱼池啊，回练心。所以妈妈也花了蛮多功夫，循循善诱，一直示范给沙夏怎么样去捕捉鱼，怎么样吃这个鱼。沙舍真厉害，因老母一个家家真紧就会晓家己掠鱼啊、食鱼啊，体型强要接近老母啊，愈来愈唔惊人，已经变成动物园的新名称。